2025年11月23日，重磅消息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親自強硬回應，唔會撤回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嘅言論。11月21日 ，FNN 富士新聞網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往南非參加 G20 峰會之前，喺羽田機場接受記者嘅採訪，被問及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全立危機事態一說，面對中共強烈嘅反彈，記者問會唔會撤回，高市早苗強調，判定全立危機事態需要根據實際發生嘅具體情況，政府會綜合所有資訊才會作出判斷。佢重申，呢個係來自和平安全法制通過以來一貫嘅解釋，政府嘅立場一貫不變，我個人立場亦相同。呢次表態顯示出，佢喺台灣安全議題及日中關係上，堅持原有立場，沒有改變，亦即係代表唔會撤回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嘅言論。後記：中共深撓操控術4，老百姓，由我懂事以來，睇電視新聞都見到中共官方嘅言論，稱呼中國人做人民，但係習近平上台後，2013年，中共官方就開始將人民嘅稱呼改為老百姓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澤東喺天安門廣場城樓上面，大聲讀出中國人民站起來，又將人民兩個字放咗響國家名入面。中共立國嘅國號係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代表咗啲乜呢？即係表示呢一個國家係屬於人民。我唔理佢嘅初心係唔係咁，但係佢呢個動作就係咁嘅意思。雖然佢由始至終都係揾笨。毛澤東一上台就已經係皇帝，但係都會做下表面功夫，氹下啲中國人。但習近平上台後，佢連呢啲門面功夫都懶得做，並直接表明佢自己就係皇帝。普天之下莫非黃土，即表示全世界所有嘅嘢都係屬於佢個人擁有，所以佢先至會去到全世界度欺凌全世界嘅人，佢嘅目的就係要統治世界，全世界嘅人都要活喺佢嘅腳下，任由佢玩弄刁難，所以佢先至夠膽欺凌全世界嘅人。佢將人民嘅稱呼直接改為老百姓，都只係佢個計劃其中嘅一小部分。講返轉頭，佢將中國人由人民嘅稱呼直接改為老百姓，目的亦都就係要將人民踩喺佢嘅腳下，全部都係佢腳下嘅一堆蟻民。所有中國人都必須要跪拜習近平，任由佢玩弄你嘅所有財產，包括埋你嘅生命，你嘅器官，全部都係屬於佢嘅。佢可以要你生就生，亦可以要你死，你就要死。大家可以喺網上經常見到好多中國人遇到政府對待不公嘅時候，唔係去示威，而係走咗去政府嗰度跪低，要求共產黨開恩，就知道老百姓呢3個字嘅威力有幾大。再一次證明中共嘅深撓操控術有幾犀利。下次有機會，我可能會講辱華同玻璃心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